大家好，未揾到工嘅澳門朋友唔緊要，嚟緊呢5月8號到9號呢會係有澳門勞工局同澳門工聯呢合辦呢有3場嘅配對會。咁啊5月8號上晝呢就有呢個餐飲業嘅專場，5月9號上晝呢就有呢個超市零售業嘅專場，5月9號嘅下午呢就有保潔業嘅專場。咁呢3場呢就會提供咗157個專業職位空缺，咁啊大家睇下邊啲職位適合你啦。咁如果係未揾到工嘅朋友呢，可以係把握呢2日嘅時間呢，就去睇下適唔適合你啦，同埋呢有邊啲工呢係可以介紹俾你身邊嘅朋友。記得唔好錯過啊！如果係揾唔到適合嘅薪水嘅工作呢，歡迎聯絡黃德來添 Sir， 黃德來添 Sir。咁啊，我會係幫你去揾你合適嘅工作，到時記得聯絡黃德來添 Sir， 祝你哋可以早日揾到合適嘅工作。澳門加油，大家加油！你喺澳門身邊都有需要幫助嘅人，喺下面留言，我黃德來添 Sir 會全力支援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